本地的总共做经验时嘅候选人，旧年嘅代替同故后，并摕嚟年薪100万嘅条路，转到故乡南投，改做耕种人。对工业改换做农，候选人系跌了跌，行个行业动作嘅坎坷路，做得讲爱留赌金了呛呛嘅。尤其佢一开始出租游机，啲嘅用时游机用成观念，坎坷一时嘅内世界，行卡嘅都难得到认同。唔过候选人唔放弃，10年来规心嘅调研去做，同本样专门培育游机嘅路线，除睇大家从头看到嘅抢路线、拍路线，和成功嘅种出嚟吊彩色嘅路线，唔但将消费者同数欢迎，还比抢路线颠倒行卡有人爱买。来看记者林秋玲、冯阳山嘅报道。一支抢抢嘅路线对难度爆出来，可以来就此就能。地球是南界就技能冲突，还有两种为主本长入界旁路线。这样就会长成白芦笋。对，然后我们每一天都跟它盖一定的高度，用培养土跟它盖起来，让它不见光。那因为用这种培养土去盖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，它可以呼吸。因为它可以呼吸，所以它的品质、口感都会比较好，适口性都比较好。对，其实那个抢路线、旁路线都係市面好從頭看到嘅，不過呢一種吊垂式嘅路線出動罕見呢。紫色芦笋，第一个我们看起来它颜色很抢眼嘛，哈，鲜艳啊，因为它花青素多。那么它最重要的特色是它甜度比绿芦笋还要高，差不多是1到2个度的那个甜度。那再来是它比较脆、比较鲜嫩、比较多汁。對國外創業吊垂式品種，認為係有幾種嘅，所以蛋糕還有熱情高分。像刚刚有捡起来的那个芦笋，会看得到有很多的果粉，那个基本上是有机质有达到7%以上，才会有那种成果的展现。所以像这种土壤，你们就看到它很黑的，然后很松的，哦，这个都很松的。那个为什么那么松？因为它有机质很高。那为什么那么黑？是因为我们每一年不断的持续的投入它的有机质的资材，包含是有机肥料。那它每一年的腐化，所以这个都可以闻得到那个有一种土壤的香气，还蛮棒的。講到有機種植，要順南當重要，佢係台灣有機農業卡頭起嘅人。不過喺呢之前，佢其實係高雄重工嘅經驗師，老農業完全冇相關。10年前，表達了年薪超過100萬嘅條路，轉到高雄南投開始做農。小孩子都跟我講說：哎，為什麼阿嬤家的連空氣都是甜的，連開水都是甜的？有時候孩子的不經意的一句話，可以讓我們去做不同的省思，就是原來我們在找尋的，如果你在找尋的是健康的話，那財富跟健康之間，財富又算什麼？所以我還是選擇健康。對工業轉農業也普及很多冒險，沒經濟就開始聊到甜甜。燒掉2棟房子，外加2個夫婦11年來，沒有薪水可拿，那當然很痛咯。應該是2000萬以上吧。32年前就為做農嘅熱愛農作種土，要順南就轉做農業，就先採做有機。不過佢講10多年前有機嘅法定還唔完善，民眾對有機還冇買地，大家都是做有機自己風險當高。一開始跌跌撞撞，有機的生產技術也不是很好，通路也不怎麼熟，然後各種因緣實在那當下實在都不是很好的一個條件。但你也沒有想要放棄過。11年不放棄，大概還會一直堅持吧。
早就幾個前5年，邱順南一直簽到自家嘅定位，未見將自家嘅產品會做到老年冇享受，所以就想改出種蘆筍後嚟。这是我们自己的留的那个芦笋的种子，然后自己去做催芽，然后做育苗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生命才差不多是30天左右，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的根系还很小哈。那应该再过2个礼拜，我们就把它移植到我们的田间。對呢從種種嘅按照嘅種嘅種到就好休息，為10張嘅時間。要長到像大母公這麼大，它基本上要經過差不多20個世代，它由它那個分芽分化，一直不斷的，一代比一代大。你看那個比例實在夠懸殊嘛哈，就是20個世代10個月。企業還會集體輪筍，訂到挑台的蘆筍除為快時上。這個停心的動作也可以刺激到這個蘆筍的母株，然後去感受到的生命威脅，它會快速的熟成。那這個時候，只要看到它的葉子從淺綠色，那轉變到深綠色的時候，就代表說這個蘆筍已經是成熟的母株了，它就該長筍了。澳洲呢個蘆筍營養批寫個後，變到變相變到18土之下嘅環境，本基後面。降温第一个就是说，因为它即使它采进来，它还是活的，不是说这样它就没有生命了哈，它还是继续有生命。然后我们给它赶快那个冰水下去，它能够降温。第一个就去除天间热，然后第二个就抑制它会继续在生长。这个笋经过这样子的遇冷的动作之后，它品质才会好，而且会好吃，再来甜度也都会保存起来。邱順南但查就推翻嘅做經驗證，未拿到東南新強嘅歐美美國嘅做經驗證，為打入國際市場做準備。在全球都很缺貨的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3月，如果在全球很缺貨的時候，我能夠生產出品質不錯的，而且又有歐盟市場或日本市場所需要的這個高檔的蘆筍的話，我是認為應該可以開拓另外一片天，所以我也比較大膽的想要去嘗試着，是不是有機會能夠去做外銷的這個準備。邱順南講，20年前關於蘆筍最多嘅時節，種植面積是有16000公頃，不過2下子中200公頃。市面上嘅蘆筍咪大體嘅規模真口解，2下空氣種成乾硬，境內元素充實，咪希望國內嘅有機蘆筍產業，做得強烈到充滿生命力嘅蘆筍球肉，啲經過長時間嘅進入過後，總會做再個發展起來嘅經驗。